来继续要来讲，台北看守所有天下第一所的称号。本地核定的收容人数2134个人，但是目前已经收到2500个人，这个超收率将近40%，到底要再未调了。都要做什么？军人监督翠暗国家队生产线涉嫌偷摕翠暗去卖，扣押起来。保护线餐厅扣人泼垃圾水，洗人的3个人目防压起来。馆长扣清单，帮派分子斗抗嫌疑，同款扣押起来。这个人全部拢互关伫咧台北看守所，因为关守侪人啊，发函予各地方法院。羁押禁见的，他不能跟其他的类别的收容人放在一起嘛？就是告知验检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收容人的状况，他需要他们来协助。北所主要收容的是台北市、新北市、1到3省，各北部地区、桃园、新竹、树林、基隆、宜兰地院，上述2、3省的刑事被告。核定会当收的人数是2134个人，即马已经收2500个人，超收16%。像去年收489个人，去年646个人，今年到10月底已经收651个人，到顶个月月底超收要37%。药瘾跟酒瘾，那酒瘾就是公共危险，那是目前在监所有1半以上是。可是这样的人是到底是犯人还是病人，这是我们是觉得很有问题。那监所是不是他最应该在的地方？这也是我们觉得有问题。刑事政策上应该去采取比较多的一个比较多样的一个做法。民安团体统计发现，全台湾51个矫正署有1半以上收超过人数。长期落来，收容人会一直出现生计和精神压力的问题。法务部矫正署讲，既然感觉会起个大紧，预计10号地当增加1000外名额，卖看状况，甲因刷感觉，来维护收容人生活空间和收容的品质。